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係我今年讀過最中意，亦係最衝擊我內心嘅一本書。喺讀嘅過程入面，有幾次因為作者被抑鬱來襲，見到佢所受嘅痛苦，我感到好心痛。睇到一半，要合埋本書，合埋眼睛，沉思咗一陣。我一邊睇一邊幫作者諗咗好多個如果。如果佢有去睇心理醫生，如果佢學識課題分離，如果佢識好好同自己相處，對自己更善良，會唔會可以受到少啲痛苦呢？呢本書叫做《我可能錯了》，I may be wrong。可能大家第一次聽到 I may be wrong 呢句說話，已經覺得好震撼。承認自己錯，原本已經唔容易。我聽過另一句係 I may be all wrong，我可能全錯。呢句我更喜歡。每當我同人各執一詞嘅時候，我都會諗起呢句說話 I may be all wrong，對減少衝突，對唔執着自己係啱，放下固有想法好有幫助。我哋之後再講。我可能錯了。呢本書嘅作者係一位瑞典人，叫比約恩納提科林德布魯。好多人介紹呢本書都會用好震撼嘅標題，例如26歲嘅跨國大企業財務長拋低名利去泰國森林出家17年，或者瑞典每30個人就有1個人睇過嘅心靈聖經。聽落去好似又係一個完美嘅金融才俊，突然後悔，最後修成正果，變成大師嘅勵志開悟故事。但我讀完之後，最深刻嘅感受，反而完全唔係呢啲光環，亦唔係我可能錯了呢句說話。我想同大家講，我覺得呢本書嘅作者其實由始至終都只係一個被抑鬱同焦慮折磨嘅普通人。佢去泰國出家，某程度上其實更似一種優雅嘅逃避同溫柔嘅自救。佢想逃離文明社會嘅競爭，想擺脫腦入面嗰個24小時不停批判自己、話自己唔夠好嘅聲音。雖然17年嘅僧侶生活帶俾佢好多改變，但當佢還俗返到現實世界，嚴重嘅抑鬱症依然好似噩夢咁反撲埋嚟，將佢推落咗去另一個深淵。呢本書最令人感動嘅地方，正正喺作者非常坦然、非常赤裸咁，將自己呢一生嘅掙扎、崩潰、懦弱同試圖逃避嘅過程寫晒出嚟。佢完全冇高高在上咁教你應該點樣生活，但你睇住佢點樣喺崩潰之後有返勇氣，甚至喺晚年不幸患上 ALS 漸凍症嘅時候，展現出無比優雅同坦然嘅生命姿態。我就係被佢嘅真誠同努力深深打動。今日就等我哋撇開所有大師嘅光環，用一個內心受傷嘅人點樣同自己和解嘅角度，一齊聽下比約恩呢個充滿淡淡憂傷但又無比溫柔嘅生命故事。故事要由1980年代尾講起，當時嘅比約恩26歲。喺外人眼中，佢係絕對嘅人生勝利組，名牌商學院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嘅經濟學碩士畢業，喺西班牙嘅 AGA 公司擔任副首席財務官，有公司配車，有專屬秘書，搭飛機坐商務艙，海邊有間靚屋，只要再過2個月，佢就會成為佢公司有史以嚟最年輕嘅財務長。大家都對佢嘅表現同能力讚賞有加，覺得佢係一個年輕有為嘅經濟學家。但係冇人知道，比約恩一啲都唔中意呢份工。每日朝早佢起身換衫返工，喺浴室打呔時，都會同鏡入面嘅自己講：準備好未？表演要開始啦！返工對佢嚟講係極之唔舒服，佢感到焦慮同覺得自己好虛偽。比約恩成功但唔快樂，佢一直以嚟成績優異，揀咗同佢爸爸一樣嘅路。畢業後有好嘅工作，前途一片光明。比約恩由細就注意到自己內心有一個聲音，每當佢做得唔好、失敗或者做咗一啲蠢事嘅時候，呢個聲音就會走出嚟話佢：你唔夠好。但係當佢表現好時，呢把聲音又唔會出現。當佢坐喺辦公室入面，佢腦入面嘅聲音又再出現：我做好準備未？我夠好咩？幾時會有人睇穿我？其他人幾時會發現我只係呆坐喺呢度？扮晒對經濟問題好有興趣。我知我要幫股東賺最多嘅錢，但呢班股東係邊個？我識佢哋咩？其實佢哋賺幾多錢根本同我都冇關係，我一啲都唔關心呢啲事。
比若欣個心同個腦就係咁樣成日互相矛盾、互相交戰，呢種內心嘅煎熬，相信聽緊嘅大家，你哋係咪都覺得好熟悉？喺現今呢個講求績效、成功同比較嘅社會，我哋好多人個腦入面都有一個咁樣嘅批判聲音。有幾多人係中意自己份工，中意自己每日做緊嘅嘢？比若欣俾呢個聲音搞到就快要窒息，佢覺得自己嘅精神狀態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最後佢用咗唔使15分鐘就做出咗一個震驚所有人嘅決定，佢決定辭職，放棄高薪厚職同光明嘅前途，全因為佢覺得再咁樣落去，佢一定會崩潰。辭職係佢自救嘅方法。之後佢嘗試過喺幼兒園工作，學習文學，做代課老師，接聽心理健康求助熱線。喺接聽求助熱線時，佢一開始會好熱心提供建議，但後來慢慢學識靜心聆聽先係最重要。佢發覺原來社會有咁多孤獨同脆弱嘅人，有咁多人都感到絕望同無助。佢原本覺得自己未必可以接住呢啲負面情緒，唔係幾想繼續做。但每次聽完之後，佢又覺得自己嘅視野更加高，覺得自己嘅工作好有使命感，能為他人提供服務，帶俾佢極大嘅滿足感。之後佢喺印度嘅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處做咗1年嘅經濟學家。其實喺早期，比若欣已經對冥想有興趣。喺嚟到印度之後，佢對冥想同佛教嘅興趣有增無減。1992年1月，佢冇做聯合國經濟學家。之後佢申請加入位於泰國東北部森林深處嘅一座寺院出家，開始佢嘅森林僧侶生活，法號納提科比丘。我哋成日以為出家係一種高尚嘅頓悟，但坦白講，對當時嘅比若欣嚟講，出家更加似係一種優雅嘅逃避。佢想逃離文明社會嘅期待，想去一個安靜嘅地方，清除腦入面嗰個討厭嘅批判聲音。但係生命最殘酷嘅地方係，你可以逃走去到地球嘅另一端，但你永遠逃唔過自己個腦。比若欣第一次參加冥想課程，原本要上1個月，結果佢第4日就逃跑咗。佢跑咗去清邁市中心，手拎住一支啤酒，佢喺度諗到底出咗咩問題？要瞓木床，唔講嘢，一早起身，食得差佢都可以忍受，但係每日係全日。要佢幾乎唔分心咁面對自己嗰個喋喋不休、講唔停、不停挑剔、批判、惡毒、質疑、抱怨嘅念頭，呢樣先最令佢難以承受。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冥想，甚至試過。好多人以為冥想就係要令到自己咩都唔好諗，個腦要一片空白。比若欣當時都係咁諗，結果一坐低，發現根本頂唔順，個腦好似開咗個嘉年華會咁。無數嘅雜念、回憶、焦慮係咁湧出嚟。每當比若欣想令自己嘅思緒平靜落嚟時，呢啲念頭反而更源源不絕咁不停出現。不過比若欣係一個唔易放棄嘅人，佢咬緊牙關，又再返去繼續呢個冥想課程，當中經歷過3次放棄，但最終佢都完成咗呢個課程。佢當時嘅師傅同佢講，冥想唔係要你阻止啲念頭出現。而係當念頭出現嘅時候，你唔好跟住佢走。冥想喺之後為比若欣帶嚟咗好多好處。返到瑞典之後，佢繼續早晚冥想。佢覺得似乎已經攞到一把打開內心空間嘅鑰匙，更了解自己嘅內在。佢發現，當佢可以正視內心覺得艱難嘅事情時，一部分嘅阻力往往就會消失。喺泰國森林修行嘅時候，比若欣被授予咗一個法號，叫 Natiko。意思係喺智慧中成長的人。修行17年後，有記者問比若欣：你喺呢17年嘅森林僧侶修煉入面，最大嘅得着係咩？比若欣嘅回答非常震撼。佢話：我最珍視嘅一點就係，我唔會再相信自己每一個念頭，呢個係我學到嘅超能力。呢個就係全本書最核心，亦係對所有焦慮者最重要嘅一個智慧錦囊。唔好相信你嘅每個念頭。比若欣發現，我哋經歷嘅大多數心理痛苦唔係由外部事件引起，而係自己內心湧現嘅念頭引發嘅。我哋無法決定腦海會跳出咩念頭，但我哋有選擇權。我哋可以選擇唔好去相信佢哋。正如書入面講，我哋最難放低嘅念頭，到頭來往往對自己嘅傷害最大。我哋每個人
個腦入面24小時都有個旁白喺度講嘢，例如，咦，隔離個同事行過，但冇同我打招呼，佢係咪對我有咩不滿？頭先開會我講錯咗嗰句嘢，大家實會覺得我好蠢。我 post 呢張相，其他人會唔會覺得我好扮嘢？我哋好習慣將呢啲腦入面嘅聲音當成係真，但其實佢哋唔代表事實。比若恩話，修行教佢最受用嘅技能就係學識做一個旁觀者。當個腦又開始出現一堆惡毒念頭嘅時候，你溫柔咁同自己講一聲：啊，我個腦又喺度發緊牢騷啦。當你可以對自己嘅念頭有覺察，就可以同自己嘅諗法保持距離，你就會發現你嘅痛苦可以減少咗一大半。念頭唯一嘅養分來自你嘅注意力。當你唔再去注意佢、餵養佢，唔再去相信佢，你就會發現傷害你嘅永遠唔係事情本身，而係你相信咗嗰啲傷害自己嘅諗法。喺泰國修行咗7年之後，比若恩去咗英國嘅分院。當時佢自覺喺泰國正宗森林寺院修行過，睇唔過眼英國寺院嘅馬虎同混亂，成個人開始變得非常繃緊。當時寺院嘅導師阿姜蘇西托溫和咁睇住佢，講咗一句名言：納提科比若恩嘅法號，混亂或者會令你不安，但秩序會置你於死地。意思係，如果你堅持外在呢個世界，要跟你嘅秩序、你嘅原則去運行，咁只會令自己感到痛苦。有一次，佢哋成間寺院嘅僧侶要討論一啲好瑣碎嘅行政嘢，你可以想象一班嚟自世界各地、各有脾氣嘅出家人聚埋一齊，就算係嚟修行，都實會有意見不合嘅時候。當時嘅導師阿姜蘇西托，佢見大家開始起爭執，就走上台講咗一段說話。佢話：今日我想傳授一個超能力咒語俾大家。當衝突開始醞釀，當你同一個人嘅關係差唔多要破裂嘅時候，用任何你中意嘅語言，真誠而堅定咁對自己重複呢句說話3次。我可能錯了，我可能錯了，我可能錯了。你唔使講出聲，心入面默念就得。呢句說話聽落好簡單，甚至好似好懦弱，係咪？但你試下代入喎，當你同另一半鬧緊交，你條氣極之唔順，覺得明明係佢錯嘅時候，或者喺公司你覺得個客根本係無理取鬧嘅時候，你吸一口氣，喺心入面同自己講3次：我可能錯了 ，I may be wrong。你會發現原本揸得好緊嘅拳頭會突然鬆開咗。比若恩解釋。承認我可能錯了，唔代表你要向人哋低聲下氣，亦唔代表你真係做錯咗。佢代表嘅係一種認知嘅謙遜，因為我哋每個人睇世界都係透過自己嘅限制、自己嘅偏見去睇。你以為嘅客觀事實，往往只係你嘅主觀角度。所以我可能錯了呢句說話，真係有一種好似咒語嘅作用，可以令人即刻由情緒主導轉向理性思考。我會唔會有錯呢？我更常同自己講 I may be all wrong。可能由頭到尾我都諗錯咗呢句說話，每次都可以令我嘅心態瞬間由以為自己啱晒嘅驕傲，轉回願意聆聽他人嘅謙卑。當你承認自己有可能錯，你就唔使再死守自己嘅立場，唔使再同人鬧到面紅耳赤。你放鬆咗，你聽到人哋講乜，你睇到更加多嘅可能性。人生最有毒嘅念頭就係我係啱，你係錯。當我哋認為自己一定啱，我哋嘅拳頭就會握得好緊。比若恩喺演講時，好喜歡做一個動作，用力握緊拳頭，然後慢慢張開手掌。當你維持用力握緊拳頭呢個動作1分鐘，你會發現隻手好痛好攰，而且最諷刺嘅係，當你隻手捉到好緊嘅時候，你其實乜嘢都攞唔到，亦冇辦法去接受任何新事物。只有當你將手掌鬆開，你先有空間去承接上天送俾你嘅禮物。書中仲講咗一個故事，我好中意。有一個老農夫，佢有一塊田同一匹馬。有一日，匹馬走咗，鄰居話：哎呀，你真係唔好彩。農夫話：可能係，可能唔係。幾日後，匹馬返咗嚟，仲帶埋2匹野馬。鄰居話：你真係好幸運喎。農夫又話：可能係，可能唔係。又過咗一排，
農夫個仔喺馴服野馬嘅時候跌斷咗隻腳，鄰居話真係慘，農夫話可能係，可能唔係。再過一排，軍隊嚟徵兵，所有後生仔都要上戰場。農夫個仔因為隻腳斷咗唔使去，鄰居話你真係好幸運，農夫又話可能係，可能唔係。呢個故事想講嘅就係，我哋根本冇辦法知道生命中發生嘅每件事究竟係好定壞。比若恩話：我一生人擔心嘅大部分事情都冇發生，至於大部分確實會發生嘅事情，我又永遠都冇辦法去預測得到。與其咁用力想去控制一切，不如學下放手。比若恩話：當我唔再控制一切嘅時候，我反而更靠近真正嘅自己。比若恩希望我哋喺生活中可以少一啲握拳，多一啲鬆手；少一啲控制，多一啲信任；少一啲我必須預先知道一切，多一點順其自然。嚟到呢本書最真誠、最赤裸嘅部分，就係喺比若恩還俗之後，喺出家17年之後，比若恩發覺自己喺寺院嘅修行已經去到一個瓶頸位，內心深處有個聲音細細聲同佢講：係時候向前。佢對於呢個聲音感到非常驚訝同害怕，因為佢曾經決心到死都會繼續做真人。2008年，經過6個月嘅沉澱，比若恩覺得自己喺寺院嘅生活太過安逸同機械化，加上佢早年喺爬山時雙腳俾嘢咬到，過咗幾小時先開始劇痛，冇幾耐佢嘅血液就喪失正常嘅凝固功能，被診斷患上一種罕見嘅自體免疫疾病 ITP。近年呢個病影響到佢日常生活，於是佢決定還俗，返去瑞典。ITP 被認為係一種重大嘅疾病，因為血小板過早遭破壞，會導致嚴重，有時甚至致命嘅出血。返到瑞士之後，比若恩接受咗幾次嘅強化治療，但都唔見效。比若恩以為自己修行咗17年，返到家鄉應該會好似一粒充滿智慧嘅小圓石。結果現實俾咗佢一個最猛烈嘅重擊，雖然家人同朋友俾佢滿滿嘅關愛同體貼，但佢仍然好快就陷入咗憂鬱。佢之前好認真聽咗幾個已經還俗嘅真人意見，佢哋已經預先提醒佢離開呢類群體生活後會感受到嘅痛苦同悲傷。但係當自己真正面對嘅時候，比若恩仍然感到措手不及。呢個衝擊好似強颱風一樣，威力好強。比若恩一位好朋友嘅媽媽用好平嘅租金租咗一間郊區嘅屋俾佢。冬天嘅無數黑夜，比若恩一個人因為憂鬱無法入睡。佢有病喺身，冇工作又冇錢，已經17年冇用過錢嘅佢，發現自己同現代社會完全脫節。當收到第一份退休金嘅通知時，或者去最近嘅城鎮申請社會救助金時，佢都感到好鬱悶。喺就業服務中心，佢填完表格後要見就業輔導員。呢位就業輔導員望住比若恩嘅簡歷話：1989年之前嘅資歷睇起嚟都唔錯，但已經係20年前嘅事。比若恩嘅社會救助金申請冇通過。慶幸嘅係，佢媽媽同爸爸唔單止俾咗情感上嘅支持，只要比若恩有需要，佢哋都會提供經濟上嘅協助。冇幾耐，佢就患上咗臨床嘅抑鬱症。比若恩喺書入面好赤裸咁描寫咗嗰段黑暗嘅日子，佢幾乎每個晚上都會醒，全身都係汗，因為焦慮喺心口同胃裏面翻騰，嚴重焦慮。佢形容係一種極度悲觀嘅焦慮，成個人會無可救藥咁陷入憂慮同恐懼入面，就好似被催眠一樣。後面好似有人同佢講：你而家係咁，以後都會係咁，情況永遠都唔會好轉，事情變得好黑暗，速度好快，令佢非常不安。比若恩事後講返起，佢話當時可能係一個人經歷到最大嘅心理恐懼之一。比若恩話呢次係佢人生中遇過最可怕嘅事。去到最後，佢感覺到自己永遠都唔會有家庭，永遠都冇工作，永遠都冇朋友，永遠都買唔起屋同車，永遠都走唔出呢個黑暗。佢喺小木屋入面，連朋友嘅電話都唔敢聽。因為佢怕自己嘅負面情緒會影響到其他人，佢甚至喺無數個深夜望住天花板，諗過要結束自己嘅生命。佢內心充滿住羞愧，佢同自己講：我花咗大半生去修行，去深化、理解同強化自己，結果我覺得自己係全瑞典最差嘅失敗者。
睇到呢度嘅時候，我感到好心痛，但亦都明白咗一啲道理。原來修行唔會令你變成百毒不侵。原來當現實嘅暴風雨嚟到，連修行咗17年嘅真人都一樣會崩潰、會絕望、會想離開。但好彩喺呢個咁黑暗嘅時期，比若欣之前喺修行時學識嘅唔好相信你嘅每個念頭同放下，成為咗佢最後嘅救命關鍵。喺黑暗入面，佢仍然可以透過冥想有一個休息嘅地方、喘息嘅空間。佢知道自己打唔過嗰隻不停放惡毒念頭嘅噴火龍，但佢選擇唔再去同嗰啲悲觀念頭爭論。佢容許自己悲傷，容許自己無助。比若欣嘅情況開始有好轉，慢慢佢可以開始見人，開始會聽朋友電話。後來喺朋友嘅鼓勵下，比若欣開始教人冥想。冥想課出乎意料地順利同受歡迎，教學讓佢終於有返歸屬感，可以分享最貼近自己內心嘅事，意義深遠，係比若欣呢18個月嚟未曾有過嘅感覺。佢感到自己有嘢可以奉獻，身邊嘅人都刻意用讚賞方式歡迎佢，令佢感到好溫暖。後來佢開始嘗試同其他朋友交流，有位朋友邀請佢去演講，之後佢就開始去唔同公司、政府機構做演講。佢好驚訝自己喺呢啲地方居然會好受歡迎，佢估唔到自己仲有能力做貢獻，估唔到自己喺就業市場仲可以有一席位。雖然佢身上仍然帶住心理創傷，盡管佢仍然好迷茫同沮喪，盡管佢仍然好焦慮，佢嘅自信同自我價值感雖然仍然搖搖欲墜，但佢慢慢開始感覺到，無論再點樣都好，原來呢個世界仲有佢嘅立足之地。佢好高興，竟然有人覺得花時間嚟聽佢演講係好有價值嘅事。佢驚訝發現，佢呢17年嘅真旅經歷，同埋佢赤裸坦誠自己抑鬱崩潰嘅經歷，成為咗佢最珍貴嘅天賦禮物。佢嘅演講打動咗成千上萬嘅人，佢一步步由抑鬱嘅深淵入面爬返出嚟，找回生命嘅使命感。佢終於越來越好，甚至遇到一生嘅摯愛，佢太太佢哋組織咗個幸福嘅家庭。雖然比若欣嘅生活開始轉好，但喺命運嘅考驗仲未完結。2018年，當比若欣嘅事業同生活都步入正軌嘅時候，佢因為身體異常去醫院檢查，醫生同佢講：你患上咗 ALS 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即係漸凍症。會導致人嘅肌肉逐漸萎縮同冇力，最後會因為呼吸衰竭而死亡。現代醫學仍然無法治癒 ALS，因此叫佢做絕症。醫生同比若欣講，佢嘅生命只剩1到5年。聽到診斷嘅嗰一刻，比若欣要自己保持冷靜，但一走出診所，佢成個人完全崩潰。當佢打電話同朋友講時，佢對住電話喊得好大聲，全身震晒。但呢一次佢嘅心理狀態已經同當年患抑鬱症時完全唔同。佢形容自己當時同時身處喺2個時空，一個時空入面佢作為普通人喺度絕望飲泣，但喺另一個時空入面，佢內心嗰個覺察者非常平靜、溫和咁接受咗呢個患病嘅事實，冇再感到抗拒。喺生命最後嘅歲月裏面，比若欣嘅肌肉漸漸萎縮，連坐同企都變得困難。但佢依然堅持坐喺輪椅上，喺瑞典進行咗40個城市嘅巡迴演講，觀眾人數達到2萬幾。有人問佢點解病成咁，仲要咁辛苦去演講？佢講咗一段令我好感動嘅說話，就好似喺暴風雨中選擇留低，同船一齊沉沒嘅傑出船長一樣。喺大限嚟到之前，我內心嘅某個部分亦都唔願意就咁就走咗去。佢坦然咁面對自己嘅死亡。佢將自己嘅軀體比喻為一套品質唔太好、磨損得比較快嘅太空衣。太空衣壞咗，要還返俾宇宙，但佢嘅內心已經問心無愧，因為佢知道自己呢一生活得好美好。比若欣話佢可以毫無遺憾或不安咁回顧自己嘅人生，並帶住一種驚嘆同感激嘅心情講出以下一段說話：哇，非常好嘅一趟旅程，一場好精彩嘅冒險。邊個會諗到我點可能可以經歷到咁多事情？我呢一生仿佛經歷咗3世一樣。我係點樣可以不斷吸引比我更有智慧、更寬宏大量嘅人嚟到我身邊呢？我做過咁多輕率，有時根本係致命嘅事，嚇親好多人，但點解我冇落入悲慘嘅下場呢？
究竟點解會有咁多人鍾意我？我由頭到尾都冇做太多計劃，但係事情到最後點解都會咁順利？比約恩對佢生命中遇到嘅一切經歷都充滿感激之情。最後喺2022年1月，比約恩喺親人嘅陪伴下安樂死，享年60歲。各位收聽緊嘅朋友，以上就係我可能錯了呢本書嘅故事。呢本書雖然有一半都散發着一種淡淡嘅憂傷，關於人生嘅無常、逃避、內心嘅批判聲音、抑鬱同病痛，但後段就變得溫暖。佢俾我哋嘅力量後勁非常之大。喺面對病魔嘅過程中，比約恩強調咗佛教中嘅四無量心、慈悲喜捨。佢特別提到，好多人都對自己太苛刻，忘記咗慈悲必須由自己開始。如果你無法對自己慈悲，你對其他人嘅慈悲永遠都有缺漏。當我哋內心覺得受傷、做錯事或者面對黑暗念頭時，唔好去責備自己，我唔應該咁諗。而係帶住同理心問自己，呢一刻有乜嘢可以幫助自己，讓我更容易做自己呢？達賴喇嘛親自推薦，話呢本書可以令所有人受益。的確係，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入面都充滿住焦慮、壓力同人嘅衝突，對未來嘅不安。我可能錯了呢本書帶俾我哋幾個人生智慧。第一，你唔需要相信你嘅每一個想法，心理上嘅痛苦90%係我哋自己嘅念頭製造出嚟嘅。當你學會對念頭保持距離，你就獲得咗自由。第二，我可能錯了。當你同人嗌交，當你覺得對方好討厭，當你堅持自己一定啱嘅時候，喺心入面同自己講3次：我可能錯了，我可能錯了，我可能錯了。比約恩話，如果你想同一個人好好相處，其實只有一個秘訣，學識喜歡佢本來嘅面貌，唔係要你認同佢所有嘢，而係接受佢就係咁樣嘅人。我可能冇辦法改變佢，而我都唔需要改變佢。第三，對自己同他人保持善意。喺呢本書入面有句比約恩非常喜歡嘅說話送俾大家：你遇見嘅每一個人都進行緊一場你一無所知嘅艱難戰鬥，所以請與人為善，永遠如此。現代社會鼓勵我哋向外尋求答案，追求表面嘅成功、名利，但比約恩用佢17年嘅修行同應對死亡嘅從容，話俾我哋知，真正嘅幸福同平安來自於你內心嗰個好細聲嘅聲音，聆聽內心真正嘅需要，活出自己想要嘅人生。生命嘅意義唔係要避免所有嘅暴風雨，而係喺暴風雨入面學識點樣溫柔咁抱緊自己，然後將你天賦嘅禮物分享俾呢個世界。接納自己、愛自己係我哋每個人一生嘅課題，願大家都可以盡早學識。如果你已經學識，我真心恭喜你，呢個係上天嘅恩賜。今日呢集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聽。如果喜歡今集內容，記得訂閱呢個頻道，俾個 like 支持我。我哋下集再見，拜拜。